Hello，我係 Rika。今日嘅分享會以一個防水工程專家嘅角度同大家深入咁樣講解家居漏水究竟點解會發生，點解揾人整完又再漏，甚至點樣去判斷漏水嘅源頭，避免俾裝修師傅揾笨。我哋會以兩個真實嘅個案帶大家了解苦主常見嘅痛點，同埋一個真正專業嘅防水工程應該點做呢？好多業主都會遇過樓下投訴你廁所漏水，但係你明明就冇見過明水流出，咁點解會漏呢？其實好大嘅機會可能係滲水嘅問題。漏水位置多數喺牆角、地台邊。收到樓下投訴，但係自己又睇唔到明顯嘅漏水，但係又發現走廊木地板發毛喎。呢頭先揾完裝修師傅整企缸，結果整完一樣漏啊！浴室漏水主因通常係一、防水層老化，尤其係地台同埋牆身嘅接合位，即係俗稱嘅三角線位；二就係冇做止水拐角，啲水沿住石屎滲入走廊；三就係喉管接駁位或者瓷磚空鼓形成暗滲。俾個例子大家，就係發生喺屯門村屋嘅浴室，苦主俾樓下投訴天花滴水，但係自己嘅廁所明明就冇積水。一個錯誤嘅做法就係裝修師傅只係重做個企缸嘅防水，冇處理到成個廁所嘅防水層，結果3個月後又再滲，最終要成個廁所打拆至石屎面，重做全個場地嘅防水同埋止水拐角。解決方案就係成個廁所嘅防水一體化咁樣施工，試水至少48個小時，同埋樓下配合做呢個紅外線檢測。另外一個問題，天台漏水，點解做完又再漏㗎？天台漏水係另外一個噩夢嚟嘅，尤其係喺舊樓或者共用天台嘅單位。好多時業主做完防水，落雨依然都係漏水，原因往往係細節位冇做足。做完防水，落大雨依然滲水，天台分隔維修，隔離單位漏水影響到自己，又或者防水物料選擇錯誤，冷縮熱脹之後爆裂。防水工程嘅專家會教你注意以下幾點：一就係止水凹坑，女兒牆嘅位置離地300mm開坑；第二就係三角線位加強處理，要鋪纖維膜增強韌度；第三就係物料嘅選擇，要揀一啲抗拉力強、延展性高嘅防水膜，例如 PU 或者 Polyurea。再俾多個例子大家，就係沙田共用天台漏水嘅爭議。苦主嘅天台係分4格嘅，自己嘅單位做咗10年嘅保養防水，而隔離單位就冇做喎。問題就係隔離嘅單位漏水經過石屎層滲入自己嘅單位天花。解決方案就係先做局部嘅試水，確定咗源頭，再加建獨立嘅止水凹坑分隔兩區。建議全個天台統一防水工程。究竟專業嘅防水同埋坊間嘅工程有啲咩分別呢？經常見到人揾平價嘅裝修去做防水，結果2-3年又再漏。個中嘅原因原來係一、冇打拆至石屎面；二、冇做止水拐角或者凹坑；三、試水嘅時間不足。記得至少要有48個小時喎。又或者四、冇做紅外線或者濕度嘅檢測。咁究竟一個真正專業嘅防水工程應該包括啲咩呢？就係要有全屋嘅漏水診斷報告，打拆至結構層，處理裂縫同埋空鼓。關鍵嘅位置要加強三角線位啦、喉口啦、接合位，長效防水嘅物料同埋合理嘅保養期。同埋記得完工之後要試水同埋檢測報告。好啦，最後俾4個建議俾業主。第一就係漏水嘅時候要先自行觀察，要記錄低漏水嘅時間、位置同埋天氣嘅關係。第二，揾合資格嘅防水公司，要有 CIC 註冊、ISO 認證、保養書。三，必須試水，最少48小時，水位不低於50mm。四就係要求檢測嘅報告、紅外線、濕度測試，避免爭議。希望今日嘅分享幫到大家更加了解防水工程嘅重要性。漏水唔係小問題，處理不當可能會引發結構安全或者鄰舍嘅糾紛。記住做防水唔好只係睇價錢，更加要睇細節同埋保養。如果你都有漏水嘅問題，歡迎留言分享，我哋可以一齊討論㗎。拜拜。